維修達人，水電維修專家，爆水喉即時修復，透明報價上門服務。為什麼選擇維修達人？家居水電問題無法忽視，無論是爆水喉、漏水維修、水電安裝、電力異常，維修達人都能快速檢測、透明報價、專業維修，確保你的家居水電系統保持最佳狀態。我們的優勢：上門快修，24小時支援，隨時上門解決問題；透明報價，先報價後維修，絕不亂收費；專業技術，擁有多年經驗的水電維修師傅；售後保障，所有維修享有保固，安心使用；多元服務，水喉維修、電力工程、安裝電器、家居水電保養，無論是住家、商、寫字樓，維修達人都能迅速到場，解決你的水電問題。水電維修服務項目，維修達人提供全方位的水電維修服務。以下是我們最常見的維修需求：爆水喉維修、水管破裂、滲漏、老化更新、上門檢測、快速更換水管、漏水維修、天花滲水、廚房浴室漏水、牆內水管問題，使用專業設備精準定為漏水點；電力維修、插座燒毀、跳電、電線短路，專業電工檢修，提供安全解決方案；水電工程、家居水電安裝、電燈、開關、電箱更換、商寫字樓水電工程改造、家居水電保養、定期檢查，預防突發水電問題。維修達人提供全天候水電維修，讓你的家居設備隨時保持最佳狀態。水電維修流程圖，這是我們的水電維修流程，讓你清楚了解每一步驟。1. 發現水電問題，漏水、爆水喉、電力異常。2. 聯絡維修達人，提供即時支援。3. 技師到場檢測，提供透明報價。4. 進行維修，專業施工，確保品質。5. 維修完成，測試加售後保障。服務地點：維修達人提供香港各區水電維修，包括九龍、觀塘、旺角、尖沙咀、油麻地、黃大仙等；港島、銅鑼灣、中環、灣仔、柴灣、西營盤等；新界、荃灣、元朗、沙田、屯門、大埔、青衣等。不論你身在何處，維修達人都能迅速提供專業維修服務。